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干起来了，这男的要么就搞破鞋，要么这女的就那啥了，要搞破鞋出轨了。哎呀，哪呢？哪呢？我这那啥都快手的吗？这咋呢？上看，这个是原创。兄弟们、老铁们，现在人家为了上热门就是那么拼，今天我也给你们拼一个脸盆，看好了。推个动。有点快，啊！这是你的，这是他的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他的，这是你的。现在分别得很公平了，可以回家了。走，回家。哎呦喂，咋个的？这1块样子不要医药费吗？有医疗保险的嘛？医疗保险要有价值产品才可以报销的嘛？没讲的噻。走，先生，我们去报销。Hello, it's me. I was wondering.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睡着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干啥呢？不好意思，老妹儿，睡着了。你们家睁眼睛睡觉啊？望不眼呢。还挠，那咋还挠呢？那都挠啥样了还挠啊？那挺好是吧？给你挠这样，那挠这样，瞎的好不的。不好意思，还能吊上吗？滚犊子，掉啥了你？不好意思，老妹儿。还像我这大丝袜子。你哥，你哥，你来。不是，搞一个，来搞一个。小姨子，来，给你表演一个秒喝矿泉水。好呀好呀。换我了，我也会。他妈了个！大力，他他妈说高点。啊！对啊！老板。哎呀，我的心在滴血呀！奶奶，妈妈，咱不拿了行吗？少拿点，我没有钱了，妈妈。我啥
吃这个倍儿好吃。不是，我问你，你听话吗，妈妈？你听话吗？听话。你听话是吧？嗯。听话，咱放下，咱不买。你不是？哦，你这一天我3万多的，我咋看？卖西瓜郎，包收包甜。哎，你这西瓜甜吗？我这西瓜你就回家尝去吧，比老婆收，比情人甜，比小三有味儿。老公，他说有味儿。咋说话呢？操你妈！不买！哎呦我操！